我真是要累死了！我大早上被你叫起来，咋？蒋正涵，可以啊你，包子，老同学就是厉害。对了，毕业聚会你都没参加，毕业照你也没去拍，现在摇身一变变成我们京大的计算机男神了，厉害啊！快吃吧，给你买的。谈个恋爱嘛，无非就是买早餐、接送宿舍，总之润物细无声，日常美好。什么套路？包子？这俩人肯定有情况。我不喜欢吃包子。可我现在只买得到包子，试试看，说不定你喜欢呢。说不定的事情有很多，但是这个一定不会。可我就是我……哎呀，小西，包子是好东西，我觉得不错。只要有吃的，你觉得什么都好，没原则。之前就听说京大包子特别好。你们怎么来了？还来看看你啊？对啊，来看你。哎，这叫弟妹吧？啊，真是不错啊！哎，不错，果然漂亮。他们在做什么？不往老屎拉着咱们骂了半个点儿，不争气的单身狗。哎，你真没正经事做了是吗？几位师哥好。我不知道这位蒋同学跟你们说了什么，但我想应该是他传达有误，或者是你们理解错了。我不是你们的弟妹，我跟他并不熟。不可能，弟妹，我给你看东西。不是，看，这是你吧？啊，对呀，是吧？哎，我就说我没看错吧？没错，我跟你说。哎，看，这个也是你吧？齐嘛？啊，对呀，不就是你吗？是不是？是吧？对呀，就是你。你们之间肯定是有误会。哎，你生气，这肯定是因为我们这儿没做到位。对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东西可是我们这儿亲手做的。没错。你看，哇塞，你看，这么详细。哎，这个是个啥呀？新形线的参数方程和三维参数代理。哎，简单的说呢，就是用数字表达的爱心。啊！后面的化学方程式又是个什么呀？哎，当初我也问过这个问题，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？这是化学公式。夏林熙，我现在需要一个解释啊！马上，立刻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上课去了。哎，弟妹，小西，走了。拜。生气嘛？哎，站！不坐，又是你？坐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上课？网络技术喽。蒋正涵，你不要闹了好吗？我不会坐那儿的。你以后不许再查我了，也不许做这种无聊的事儿。妍希，都站好了，你去坐吧。你干嘛？反正这是我给你占的座，你走到哪他就到哪。坐吧，我特意占的，你最习惯的位置。是他呀，感觉看起来挺